大家好啊，我係表哥探訪啊。今日咁靚天氣，繼續係睇別墅啊，係小別墅嘅上跌啊，帶埋大天台嘅。如果4套一齊買就變獨棟噶啦，一家人過嚟呢，一人買一套呢，可以變獨棟咯。呢個呢，就住喺市區南灣首富嘅別墅啊。而家見到呢個門口呢，樣板房呢一個呢係大花園嘅下跌啊。咁今日嘅主角呢，就睇上跌嘅，上跌呢都有入門口嘅庭院嘅。當然呢一個呢係上跌嘅話係有一個好靚嘅空中平台可以睇山景嘅，下邊呢都有畫咗取乾淨啊。門口呢可以擺2個雕飾啊，上邊呢3樓就為個首層嘅，因為下跌呢已經係1樓2樓啦，上跌呢就3樓4樓5樓同埋加埋負1層嘅車庫呢喺負1層嘅，帶有2個車位嘅。呢度呢就係入門嘅庭院啦，呢度係人行嘅，車呢係喺地庫嘅。今日嘅主角就係呢一個上跌嘅別墅，佢有裝好電梯俾你嘅，所有嘅電梯都裝好嘅，可以坐5個人嘅。嗱，按埋電梯等下個拎到咗上去啦。呢一個別墅咧可以講叫獨門獨院咯，雖然花園空間唔大吓。噔噔，推開電梯入嚟，上去3樓先睇客廳啦，都係有4層嘅，負1層。負1層、1層、3層、5層，而家到咗3樓嘅首層呢度。呢度咧就畫咗個入戶門啦。呢度咧客廳嘅位置，雙開門嘅上跌。嗱，呢度咧入門整咗屏風嘅位置嘅。呢邊咧就係3樓嘅客廳啦，有個超大嘅陽台嘅，有行樓梯嘅。有埋車庫嘅空間嘅。嗱，呢邊咧可以整一個雜物房啊，得鞋櫃喺呢度。嗱，呢邊咧咁樣睇咯，一個橫廳設計咯，別墅個橫廳設計。然後呢一度咧就整咗廚房中西廚嘅上跌嘅空間吓，整個西廚就得，中廚就得。呢度係廚房位置，你中意咧就可以咁樣整咯。再睇翻呢個客廳，3樓就有個套房嘅。咁我推開呢個陽台睇下，哇，個陽台好闊好長咯，感受下上跌嘅空間。呢個係別墅啦，嗰度畫緊，到時可以爬山嘅，行上去爬山啊。嗱，呢個別墅我入面深中式嘅一個裝修風，下跌咧有花園，我哋而家上跌啦。嗱，嗰邊係高層，呢個陽台夠啊，咁長個露台喎，哇，正啊，是正到不得了啊！嗱，再睇翻嗱，客廳就係咁樣啦。再睇翻呢度咧，就裝咗個淋浴啦，淋浴室1樓個套房可以做長輩房咯，一個洗手間可以叫一個房，可以長輩房使用喺1樓，呢個叫3樓啊，上跌嘅3樓。嗱，呢度咧有埋一個生活陽台嘅，嗰邊咧就大平層啦，下邊就係我哋嘅會所啦，近會所嘅位置。再睇下上邊嘅房間，行上呢一個，咦？佢呢個直接係3樓，呢度直接叫4樓啦，4樓係休息區噶啦。呢度有個大嘅主人套房，呢邊咧。呢度有個書房嘅，書房喺呢度。呢度一個公衛洗手間，2層咧就3間房加個主人大房。呢個公主房可以連通陽台嘅。咁啊，再嚟呢邊睇下主人大房。雙開嘅衣帽間夠用啦。所有衣服都放得晒，哇！呢邊雙洗手盆、浴缸、淋浴，仲有個陽台喺呢度。嗱，呢度仲有個陽台嘅，隔籬咧就係會所啦。大平層後邊咧就係我哋嘅會所啦。咁樣再望翻落去嘅花園啦。啱先喺呢個花園下邊啦，下邊嘅花園，亦都係山景啦，望山景嘅。咁我哋再上去睇翻頂樓啊！
頂樓嘅空間。頂樓咧就係一個天台嚟嘅，可以電梯直接上嚟嘅，直接上到嚟就係頂樓啦。頂樓呢度可以做個儲物室就得，呢度可以整一個飲茶啊、西餐啊、BBQ 啊。嗱，呢度咧就可以整一個飲咖啡嘅地方，或者整個茶室、棋牌室。頂樓呢度有個洗手間嘅，呢度咧電梯可以上到頂樓嘅，電梯喺呢度，可以整個泳池喺度。嗱，呢個頂樓可以做個烤箱啊，淋小朋友嘅淋浴桶啊。嗱，咁樣望翻嚟就係別墅山景嗰度係南屏水庫啦，將軍山嗰度整緊啲公幹棧道啊、跑道啊、爬山嘅。嗱，可以喺度目光又得，呢度可以整個泳池咯，呢個泳池嚟嘅，鴛鴦汽水，兩個人喺度泡噶，可以整個按摩池喺度。呢個就係頂樓空間啦，就係咁大。上跌咧就係頂樓空間，喺望晒人哋啲嘢。咁我哋就睇完啦，再去負一層睇下。我哋再去負一層空間。去負一層睇下，佢都係有連接車庫嘅，負一層仲有一層嘅，真係有。一樓就係入戶花園加門口啦，負一層車位。3樓、4樓咧客廳加房，5樓就天台。個別墅就咁樣設計嘅。而家直接去負一層，下跌就會實用啲，上跌咧房間就夠用，價錢就差咗成400萬度，差400萬，3到400萬，所以好多人會揀下跌，下跌有花園㗎嘛，上跌咧就係貼樓頂加天台，睇你哋中意選擇。咁我而家就去影負一層啦。呢度咧就係負一層嘅空間，整咗個宴會廳。嗱，呢度咧入門口嘅挑空，負一層嘅空間嗱，挑空呢度入門啊，連住車位咧都係可以停3部車咯。我哋感受下上下跌都有，咦？得2個車位喎，下跌反而嘅空間仲大啲喎。下跌可以停3部車，上跌可以只能停2部車，1部2部車。呢個就係下跌嘅空間。嗱，推返入嚟咧，整咗挑空吊頂。負一層咧就整咗個宴會廳宜家房嘅。呢度咧就整咗個會客廳或者影音室、電影室，呢個喺負一層啦。呢度咧我整個書房啊，或者收藏室喺呢度啊。呢度可以整個鋼琴咯。嗱，整咗個挑空嘅燈幾靚。負一層空間就係咁大啦。上邊咧就可以整咗一個睇下先瑜伽房啊。隔層空間就整咗瑜伽房就冇啦。空間就咁大，呢度可以練瑜伽。負一層空間就睇完啦。樓啊咁大啦，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選擇我嚟睇樓啦。呢度咧就係涼亭啦，大平層需要嘅涼亭正嘛？呢度有個涼亭，呢度咧有個連廊，嗰度咧就係健身房、台球室、書吧都喺下邊嘅，非常大嘅下層式嘅會所。呢度咧係游泳池啦，人哋喺度游水啦，恒溫泳池嚟嘅。嗰度咧就係恒溫泳池，人哋喺度游水嘅。冬天咧而家都可以游水啊，非常舒服嘅一個享受嘅。而家講緊呢個咧就係大平層兩位涼亭啊，呢啲嘅一鎮苑、余震庭苑，舒舒服服。